有教育团体今仔指出讲，社会拢正关心无适龄教师是要安怎处理，也毋过针对无适龄校长的处理机制，就较少人的关心。嘛捌有因为性骚扰、互判刑的校长，搁转去学校做老师哦。所以呼吁讲，立法院调查党团应该甲无适龄校长的处理机制法制化。社会正关心校园性平案件，希望会当保障学生的就学安全。不过，教育团体伫催告办记者会，批评教师法修法以来，教育部要求学校要积极处理无适任的老师。不过，长久以来有关无适任的校长处理机制是真少人关心。处有期徒刑6个月，那对于这样的校长，竟然他还想要参加校长遴选，明显的老师有这样的行为，跟校长有这样的行为是2套标准。那这2套标准对于受害者情何以堪？全国总批评政府无法度积极规划无适任校长的退场机制，结果竟然出现已经违反性骚扰防治法、被判刑确定的校长无被换掉，又搁登记做老师的情形。校长不适任事实这个认定、处理方式及其他相关这个准则，其实当时我们本来是想要把它定得很清楚的，虽然有提，但是我们人数终究是不够了哈。呼吁立院的各党派都应该要在最后一个会期尽快来排审教育人员任用条例，把校长如果也违反性骚扰防治法第25条的情况之下，也应该要来做这样子的认定。全国总希望立法院调查党团研究无适任校长的处理机制，赶紧法制化，换掉无适任的校长，提升教学的品质。记者综合报道。有人伫网络破影